强，台湾东边海边也搁出现新的低气压，气象署针对7个县市发布大水豪特报，预计雨会落到拜六。台中一大市场哪像见到非洲猪这个阳性的反应，农业部长陈俊贵证实已经启动防疫应变，全国猪仔禁运禁台5天。男组团体 Energy 团员因为3项做兵，一批国税以上地检署，内政部决定未来做兵体检要结合就医的记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日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台中即马哪像传出非洲猪瘟，农业部长陈俊贵是证实，伫台中一大市场有来检到死去的猪仔，伊的身躯顶有阳性的反应，即马已经咧进行相关的防疫工作。农业部表示，在台中一间市场呢，初十开始就有猪仔直直安尼死去，到今已经是100多只去啊。后来采检发现，真正是有非洲猪瘟的阳性的反应，所以甲村的195只猪仔呢，全部拢甲灭掉。即马现场是全面咧消毒。农业部是来宣布成立前进应变所，今仔日中昼12点开始，全国的猪仔禁运禁台5天，也那餐厅的喷嘛袂当搁再使用。另外来关心的是，高雄旗山的旧街啊，有一间40栋的卖碗粿的老店，互民众甲翕到这头家呢是举棍仔咧虐待猫仔。动保处表示讲，这头家的行为有影是违反着动保法，所以会依法来甲伊裁处。嘛已经甲3只猫仔拢送去病院来安置。若这代志一个出来，有民众呢是气袂过，所以随走去店头甲人牵鸡卵。一个查甫人徛伫门口举棍仔对关伫个笼仔内底猫仔一直吐，甲猫仔很惊甲哀哀叫。若安尼，这个查甫人佫举棍仔哭甲大细声，甚至佫讲猫仔，这行为拢互录影打去网络。民众讲，这个查甫是旗山老街一间碗粿老店的头家，伊定定经过这，毋过大概2-3个月就会看到无共的猫仔，会感觉不单纯。有时候我发觉到它的笼子里面的猫咪好像都不是很大，然后就换，不是很大就换。所以我也一直在怀疑，但是苦无证据。棍仔甲讲，甲拄安尼，敢若囡仔咧哭安尼，咱会讲心肝头，感觉讲不忍心啦。40年碗粿老店头家涉嫌苦毒家己饲的猫仔，消息传开引起真侪民众的愤慨。头家虽伫面册升入错误过失礼，不过日饭店有民众未堪入去，走来牵鸡卵。老店早起无开门，规个门口拢是卵壳。警方表示，牵鸡卵的行为已经违反社违法，会通知行为人到案说明。另外，动保处讲，目前3只猫仔拢已经送去病院观察安置，头家的行为已经违反动保法，将会依法处理。现场有3只猫，饲养环境不佳，检视猫只它并无外伤。已将猫只带至和悦动医院留置检查及观察。涉嫌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8条第2款规定，最高可处3日以下拘留，或处以新台币12000元罚款。警方呼吁民众要保持冷静，唔通有违法的行为。动保处强调，是毋是有其他的猫仔受害，会持续追查。记者郭家祖、邱朝阳、高雄报道。好，这几天啊，这北部有影雨是落袂停。气象署是指出讲，这东北季风有变强，而且台湾东边的海面即马也搁出现新的低气压，地区这正方面的大雨是安尼直直落。目前已经针对7个县市来发布大水豪特报。拜三开始，这基隆北海岸上北的山区也搁有宜兰，这雨会愈来愈明显，预计就要等到拜六才会豆啊转好。基隆县大同乡因为连续几日的透风落雨，有土石崩塌，北部有一寡所在嘛出现灾情。气象署指出，虽然风神风台强反效应已经无啊，不过因为东北季风真强，加上台湾东边海面出现新的低压，气象署提醒讲，自拜三开始，大台北地区、基隆、花莲的雨势会继续增强，愈暗雨会愈大。迎风面的话，就会主要是以宜兰为主，可能在平地、山区，今天白天之后的降雨都有机会比昨天要来的再多一些。那此外，在花莲地区的降雨也是会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因为低压的关系，气象署预估台湾这阵强阵雨的时间会继续延长，而且风嘛会真透，尤其是沿海地区出现11级以上的阵风，也那未来低压甚至变做风台，气象署讲几率无悬。在台湾东方是有一个低压的
情形。那它的一个强度部分的话，的确是有机会在增强的一个趋势，有可能增强到热带性低气压。那至于会不会再进一步增强到轻度台风这个部分，是可以再做观察的，可能几率上相对会低一些。另外，气象署嘛提醒，未来一礼拜受到北平冷高压影响，各地气温拢会较凉冷。北部、东北部气温伫22度至31度，中南部伫23度至32度。尤其是北部地区爱特别注意，早暗可能无到20度，提醒民众衫爱加穿挂。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咱来看中华鹿港昨呢是小煞发生2件火灾，这拢是伫咧路边的空地，而且因为风真透，这空地顶头呢，毋但是有废弃物、杂草也生甲规世界，所以这火是烧甲真猛。附近的厝拢互熏甲乌糟糟，加在是无人受伤。路边的空地熊熊着火，火真大，强要烧到停伫路边的轿车。21日暗时6点外，伫中华六合路3段一搭空地发生火灾，消防队出动4台拍火车，附近的民众嘛摕白火器到拍火，但是停伫路边的轿车袂赴刷走，慢把互火烧着。那现场是燃烧杂草跟废弃物跟一些废弃轮胎，那人员立即部署水线扑灭火势。那其中有一辆白色的小轿车停靠于路旁，那的右前侧有轻微的受烧。另外，伫鹿港中正路附近，嘛有一位空满废弃物的空地着火，着火面积大约5平方公尺。消防局接到报案，嘛随出动拍火，并无人员甲财物的损害。附近民众表示，看到火的时阵已经烧甲真猛，真有可能是因为透风，互火烧搁较凶。我们看到就这样子了，就烧起来。风势大，然后助长火势的蔓延。对啊。你讲这种风，若讲万一若讲真的有火灾的时，可能会足紧的啊。消防局表示，这2件火烧意外拢无人受伤，详细着火原因也阁需要调查。消防局嘛提醒民众，尽量莫伫外口烧杂草，嘛莫乱弹熏头。这几天风真透，拢有可能因为一点仔火势就引起火灾。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台中市是来发生4年的学生互体育老师用球甲牵头壳，毋但是着伤过脑震荡的事件。这家长是批评学校拢无要伊无紧，也若校方是强调讲，因有甲涉案的老师记过甲处分，而且也无继续甲请。另外，这教育团体是认为讲，这有影是牵涉着体罚甲虐待，也认为讲，这种闪避球也就是肉球，其实无适合摕来上体育课。囡仔多边的喙皮出现大面积的乌青，有家长出面指控讲，伊读台中市太平区一间国小4年的囝，6月上体育课的时阵，互体育老师摕闪避球直接牵伊的身体，佮叫伊袂当闪，害伊红牵着头，病院诊断有侧伤含脑震荡。其他佮有几个学生嘛有同款的状况，甲学校投诉真侪摆，学校拢消极处理。被老师用独立球 K， 我就这一点就冲到了直觉。那小朋友很害怕，他甚至在半夜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都很不安稳。那时候休息大概1个礼拜之后去学校，老师就说他在保健室，因为他头又开始晕了。学校和教育局讲，这个体育老师是代理老师，伫6月收到家长的举报了后，7月初就成立调查小组，8月底调查结果出来，认定这个老师教学措施失当，记过处分，而且未搁续聘。经过我们的考核委员会。根据调查的内容里面，有部分可能适当的行为，我们有跟他做惩处，立即督导学校进行调查，证明体育老师是代理教师，学校调查作出惩处，已不再续聘。教育局重申不容许任何形式的体罚或不当对待学生之行为。教育课敢应该取消闪避球的课程？最近几年嘛引起讨论。日本教育基金会认为讲，红叫做讲肉球的闪避球是一项有攻击性的暴力游戏，无应该红看作是球类的运动。教育单位应该定心思。我非常反对躲避球，它的目标是人，他用球打人，它是一个非常暴力的游戏，不是一个运动啊。日本教育讲，这个体育老师的举动已经明显涉及体罚和苦毒囡仔，台中市政府应该搁再介入调查和了解。记者综合报道。新加坡最近是要研究修法用鞭刑来对付这诈骗的犯人。咱国民党立委是认为讲，台湾嘛应该着爱参考。也毋过法务部长陈明谦伊是敢若讲会参考各界的意见，嘛因为讲即马台湾已经签署着联合国人权的公约，所以民间团体是认为讲，若准用这款退步性的处罚，安尼咱的国际形象颠倒会变甲真歹。
形容一声这大声，互嫌犯是惊甲当场停止动作。正正滨东县一个60岁查某人，其实着网络交友的投资骗局，互诈骗投资10几万，警方卖好几啊天，落尾用裁判枪去掠着姓黄的车手。因应台湾诈骗的事件真正足侪，政府去年才修订通过打诈司法，但是在野的立委认为无够，呼吁应该研究仿新加坡的鞭刑制度。我们改想的做法是，我们如何从速审速决，而且能够合理的刑度，来让这些犯罪者能够受到社会的感化。院长，现在不是这样做吗？新加坡今年上半年度被诈骗是107亿台币，反观台湾，今年上半年被诈骗的数字是480亿台币，是新加坡的4倍之多。凭什么我们没有更积极的作为？行政院长杜英台表示，讲社会上有一寡对立的意见，但哪位洪明凯认为严刑峻法不是违反人权，是在保护好人。请法务部研究把鞭刑纳入台湾的中华民国宪法，并且研究可行性、执行的费用、可能受罚的范围以及利弊得失。我们会广纳意见，我们来研究。你诈骗犯，你们磕一个诈骗，情绪上我也不反对啊，但问题是你一磕下去，那没完没了。立委曾水雄是发话讲鞭刑不可行，因为台湾已经签署联合国人权2个公约，确实若引进会互人权的评价倒退路。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是警告讲，台湾若是引进退步性的刑法，对搁再刑上搁再革命，拢敢若歹处。会导致某一些先进注重人权的国家拒绝跟台湾合作，可能有一天没有办法透过司法互助或是引渡。如果大家有研究这个新加坡的这个鞭刑的话，就会发现他要执行鞭刑是在一个非常严格的这个条件底下，必须要有医务相关的人员在现场。一旦医事人员如果来参与的话，那他可能也会违反了他自己最需要遵守的这个不造成伤害的这些重要的原则。这评长黄义撇表示讲，新加坡这几年来是一直受到国际人权组织的批评。台湾要打击犯罪，除了思考调整刑度，嘛建议政府会当对建构更较完善的教化机制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这俄乌战争拍到当时还未收煞，来看美国总统川普呢，原本是计划要伫匈牙利甲罗西亚的总统普廷来见面，讨论俄乌战争的代志。也毋过即马川普煞雄雄表示讲，伊暂停安排啊，因为无想要搁再了时间啊。另外一边呢，这欧洲甲乌克兰是当咧制定12点和平的方案，希望讲罗西亚会当顺目前的战线赶紧来停火。美国总统川普2日伫咧北京和记者问讲，为什么要暂停甲罗西亚总统普廷伫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会谈？川普讲，伊无想要浪费时间。I don't want to have a wasted meeting. I don't want to have a waste of time. So I'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did all of these great deals, great peace deals. They're all peace deals. They're agreements, solid agreements, every one of them. But 为了要推走俄乌和谈，川普8月甲普廷伫阿拉斯加见面，ยัง阁无重大突破。川普最近阁宣布，计划要甲普廷伫匈牙利布达佩斯见面，希望会当结束俄乌战争。美国国务卿鲁比欧20为这件代志，甲罗西亚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ยัง阁电话讲线见面的计划就喊停。BBC 报道，罗西亚要求伤多，和美国认为川普无法度伫咧布达佩斯达成协议。ยัง阁川普2日强调，无放弃做中人，会赶紧公布美国政府的做法。you never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But a lot of things are happening on that front, on the war front with Ukraine and Russia. And we'll be notified over the next 2 days as to what we're doing. Did you hear a lot of things are happening. Did you hear something from the president? Get it solved. 川普顶礼拜伫咧北京，搁再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见面。川普搁再向乌克兰提供政府回答，并且伫会后讲，希望2个国家会当原地停战。真侪媒体报道，川普伫咧会谈的时阵，一直对泽伦斯基施加压力，要求乌克兰放弃小长期的土地。现场气氛无啥好。拉夫罗夫2日是强调，要互罗西亚甲乌克兰达成永久和平的条件，一直拢无变过。包括乌克兰袂当有核武器，袂使加入北约，北约也会承诺停止向东边扩张，而且互伫乌克兰讲罗西亚为民众完全的保护。另外，欧洲几落个国家正甲乌克兰合作制定一项12点的提案，希望罗西亚沿着即卖的战线停火。根据提案的内容，若是罗西亚甲乌克兰同意停火，并且答应停止向前线国推杀，所有被强制转移的乌克兰的囡仔将会转去乌克兰。双方交换政府，因为乌克兰也会得到安全保护加中间的资金，加速加入欧盟。
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辑。来看即马美国白宫当天的改建工程已经开始了。这完工了后呢，就会真做是大型的宴会厅，会当来接待上千的人客。这项工程伊的经费预计是超过2亿5千万的美金。也那川普对外是表示讲，这改建的费用是由伊本人也佮有捐款者做回来负担。川普面啊笑笑行入去这场15举行的盛会，贵宾有亚马逊、苹果、Meta、Google 这些科技头人，也甲讲公司洛克希德马丁代表，拢总130人。这个好家人是用2.5亿美金的白宫东商改建工程幕后重要的捐款人。几天后，川普伫白宫的当厅接见来访的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棒球队的时阵，宣布东商改建工程已经展开。Right on the other side. You have a lot of construction going on, which you might hear periodically, but that's a knockout panel, and that goes right into the ballroom. 白宫东商本来是第一夫人办公室局面的所在地，也有接待外国政要的访客入口。伊是伫1942年小罗斯福总统时代起的。路透社报道，白宫东商下边也有一个总统紧急避难用的碉堡。川普会想要改建成大型宴会厅，主要是白宫内部宴客空间不足，常常被逼爱伫白宫南边草坡啊大天道。You know, we're building right behind us. We're building a ballroom. They've wanted a ballroom for 150 years, and this room holds 88 people, and the new one will hold 999 people, which is a difference. I say 999 because I didn't want to crack 1,000. I didn't want people to get concerned. 东商的改建是美国白宫1世纪多年来上大的改建工程。伫这进前，川普已经甲长圆形办公室换修伫搁较华丽醒目，搁重新铺设白宫玫瑰园。未来新打造的东商宴会厅会当1000人入来，而且四面壁拢是防弹玻璃，空间这么大，会当伫室内举行一场总统就职典礼。川普的建筑梦阁毋若安尼，伊伫甲全美国金主参会时阵，阁展出模型，表示家己想要伫华府林肯纪念堂附近打造叫做川普凯旋门的大宫门，3个无几寸尺的其中之一，比法国的凯旋门阁较大。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在第一消息来关心的是，台南又搁出现蓝色的珠类啊！这届呢是伫咧将军区青群新达。昨暗呢有真侪人听到这蓝色珠类又搁出现，所以随赶去到现场甲看。这罕咧看的景象，嘛，互大家看到的是真欢喜。暗时一阵风透过来，盐埕的水面顶出现蓝色的光，现场民众看甲欢喜甲。这是台南市将军区青群新的4型盐埕的头前，好远看到真出名的装置技术生命之秋。这民众听到风声只愣两当啊，佮出现蓝色珠类，暗时赶紧拼来现场看。去的时候大概10几20个人，可是越晚越多人，这是第一次看到，就觉得还蛮特别的。而这2天，因为刚好东北季风狂吹，正好提供了绿光藻扰动的动能，所以说那个整个蓝色蓝光还蛮明显的。再加上这个出现的地点刚好是本区青昆山赛旗盐田著名的景点生命之树的路上。所以更容易吸引民众前往驻足观赏。这个民众嘛，揸相机，把这翕落来做纪念。台南的蓝色珠类过去嘛，捌伫7个国姓港停塔海峡9北门的罗迪高出现，甚至因过嘛伫市区安平的游艇码头出现过，造成轰动。有学者表示，其实伫台南沿海加减嘛出现这款现象。那将军家教授依照马祖研究推论，那就是夜光虫的关系。夜光虫的产生呢，是因为你将水进来以后呢，它让这个藻类成长，藻类它因为食物成长以后呢，它的就开始分裂，一开始分裂它会分泌一些东西出来，会让在水中的很多的结合子呢，最后的 gamete 就所谓的这个我们讲像类似精卵的这个东西呢，就结合在一起，然后它们就繁殖出来了。那这个时候水它会一晚上就全部都出来了。盐埕海水和强风煽动有海涌，这嘛激起蓝色的荧光。现场因为光害较少，这回会当用目睭看到蓝色珠类伫大片的水域内，嘛互人学了大自然的奥妙。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
有民众伫咧小琉球咧畅水的时阵呢，头毛互海龟当做海草，竟然直直安尼甲压落。虽然讲这民众是感觉新鲜佮趣味，也毋过海保署是提醒讲，伫咧这畅水的时阵，甲海龟就要保持1.5公尺的距离。若准主动去甲烧了，安尼上济是会罚款到30万。让这个当地小琉球海峡探索海底世界，看到一只海龟好奇收紧，后一秒就咧揢畅水溪头毛，画面有淡薄仔趣味，互翕的人挡袂牢笑起来。屏东小琉球海峡是海龟重要的生态地之一，海保署观测。当地最近几年海龟数量上高峰会达到数百只。有畅水教练认为，小琉球保育推广有成果，加上大量游客从事水上活动，互部分海龟变得唔惊人，可能安尼将人的头毛看作是海草。头发在海里面这样飘逸的时候，他会以为我们头发是海草，所以他会想要吃看看。有时候还会被他那个脚蹼打到，就是像那个鲨鱼一样，又好奇会去触碰，只有嘴巴可以去试试看，就是尽可能的避开而已啦。海龟游的速度比人紧，可能会为背后偷食，吸到畅水溪。因为个民众就安尼忍不住去摸，也是调工伫海龟垂食的动作等待，一旦互检举以上，那互认定构成骚扰行为，以野保法会当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也是处6至30万不等的罚金。如果说是刻意有阻挡海龟的觅食的路径的话，没有去主动回避，可能也有涉及到骚扰海龟的部分。要保持适当的观赏距离，同时要记得友善赏龟5不原则：不触碰、不打扰、不喂食、不追逐、不伤害。海保署提醒民众，看到海龟挖紧的时，爱主动让开，保持1.5公尺以上的距离。除了降低对海龟的搅扰，也会当避免接触证据，守住家己的钱包啊。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国家太空中心是甲屏东县政府合作举办第2届的台湾杯火箭竞赛。除了这高中生会使报名以外，这摆呢，搁来增加大学组甲社会组，当然外籍个学生嘛通来报名，招民众做伙发挥创意来设计火箭。火箭对天顶冲去，少年朋友替家己的火箭加油。去年头届台湾杯火箭比赛，吸引全国超过600位高中和大专学生参加，最后有15队进入决赛。因设计的火箭今年7月底伫屏东旭海成功发射，今年第2届比赛制度阁升级。国家太空中心甲屏东县政府宣布，除了高中职1公里组，阁新增加大专3公里组和社会3公里组。有很多人，比如像我这个年纪，从小的梦想就是可以合法的射比较大致的冲天炮，我们让这件事变成是完全合法合法合规。然后我想很多人还有梦想所以我们特别开放社会3族。国家太空中心主任表示，参加的团队爱家己设计斗火箭，推设系统统一使用太空中心提供的，确保安全和公平。今年有入决赛的宾科实中学生来记者会现场分享比赛的感想。因讲虽然今年表现了无介理想，但是第2届会阁改良火箭，一定要达成目标。把整个火箭的设计架构都搞懂明年的话呢，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火箭能够更成功的把它回收回来。每个孩子、每个同学都把他们所长在那个升空的那一刻完成梦想，真的是让人家太感动了。第2届决赛定伫明年7月，地点同款选伫旭海火箭发射场。学生组前3名有5万块的奖金，社会组冠军有10万块，佮提供材料的补助。国家太空中心和屏东县府邀请全国对火箭有兴趣的朋友到店报名参加。记者柯永杰，屏东报道。这演艺界人士闪做兵是抓出政绩来看男子团体 Energy 的成员，今仔日坐飞行机返来台湾，就随当场互人家躯体送去新北地检署。内政部长罗世峰是表示讲，112年这免做兵的比率是有16%，也毋过对照健保呢，这数字是无可能遐悬的。未来做体检就要结合着就医的记录，也若新的体位的标准呢，是预计明年4月就会开始实施。李博伫镜头一直讲多谢，其他拢无加讲。男团 Energy 的成员昆达看下闪兵案，本来伫咧加拿大做外景，由港团的成员透露背衣，坐飞机返来台湾。除了打算面对错误之外，没有说别的选项。他非常的积极，马上就
订机票我也陪同他返台。人倒来了，一件做候机室，警察随提股票来，检察官当场具体告案，由警方押回永和警分局，命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演艺圈第3波闪屏案继续侦办。内政部长老世芳讲，有113个人涉案。平常的时候血压都正常，那为什么要征兵检查的时候血压突然窜高？哈，那这个部分呢，譬如说国防部他们有提出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他有这种状况，提出复检的时候呢，可能要求他住院，好，让他知道说他是不是刻意去吃药。老世芳讲，民国112年越南免疫率有到16%，对照健保无可能遮悬，也比对南韩甲新加坡的免疫率只敢若5%，所以要求提悬免疫的条件，加严体会判定标准。以后体检会配合越南的健保就医记录高科。高血压哈，还有增重、扁平足哈，视力都是在这一次啊。这个由地检署他们发动要侦查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假的病例啊？会把这个体位的这个标准或者是检测哈，不要出现漏洞的部分，会给它补齐。针对艺人开钱做假病例歪做兵，以前大部分拢是立罚金就无代志，无社会观感无好。调查针对台铁局实施条例提出修法，将上架的刑期定做6个月。主要整个大方向基于这个兵役的那个公平性来讲的话，我们是在支持的一个部分啊。只是说在一些刑期它那个设定上面，我们这边再跟内政部再做一个研议。老世芳讲，妨碍兵役治罪条例是国防部主管，刑度的修正加国防部采取同款的见解。对此，国防部表示支持，开始看部会研议修法。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地区这大雨是连续落几日天，来看这文山区景华街的128项，昨先是连续2届发生土石崩塌的状况，但已经踢21户31个人。原来市政府是有计要搁扩大来踢20户。另外，在新北市的实际这带呢，嘛有2大是有土石崩塌的情形。今嘛农水署是陆续发布警戒，提醒民众千万都要注意。这边呢是我们禁区的重点所以可能你们要角落了。社区大门口工程人员进出的连警方、军方甲台北市副市长李素传统到场，受低压带加上东北季风强版效应影响，台北市文山区好些行人发生边坎崩塌。台北市文山区连日下雨，21日晚间，景华街一处私人民宅后山土石持续崩落，截至22日凌晨，已经撤离11户31人。下晡5点外，文山区新兴路153巷、景华街118巷已经发生土石崩塌的状况。暗时8点外，景华街118巷阁发生2摆土石崩塌。目前现场已经做初步土石完冲。22透早经过评估，阁决定扩大撤离户数，按算暗时阁撤离10户。它的土壤含水量确实很高。那我们现场看了一下，它有一些土岩界面的问题，确实上面有些土方确实还是属于松动的，只能等这次雨停了以后来做那个后续的一个处置。那目前我们会先做紧急的处理。另外，新北市汐止山区的8连路3大同款土石崩塌，路一边直接落落去，树仔甲草仔拢无去，还佫雨水是一直冲，场面是真惊险。汐止市区空宁街接近福德一路早起，因为一直落雨，边坎土石崩塌，树仔真侪土沙拢触甲车路，交通大受影响。区公所撤离顶悬2户达人。农水虽然发布土石流红色警戒17条，黄色警戒171条。大雨一直到翡翠水库集水区，按算自中到12点开始调节性放水。水管局也呼吁水尾新店溪淡水河烟花雨台期间，爱远离河川型水区。我们现在在台湾东方是有一个低压的情形，那它的一个未来移动大致上会比较偏往南的方向，然后通过巴士海峡这一带。那它的一个强度部分的话，的确是有机会在增强的一个趋势，有可能增强到热带性低气压。气象处研判，目前伫台湾东北边海面有新一波低气压豆豆咧刷叮当，是不是加速风态爱继续观察？暗过路线有可能豆豆离开台湾，行向巴士海峡，是不是造成影响？爱个继续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中部地区呢，即马雨是有落较离，也毋过呢，煞一直咧透风。亲像台中市这西区呢，中平南路甲向上路口，就是因为透风有树仔倒去，去击到3台车，也阁有一个骑乌多摆的着伤。也若伫咧台中新光3月的中港店，也若像互物件牵着受到损害，即马业者是当咧清理现场。
监视器翕到车驶伫市区所向停落来，原来是雨露树公路。21暗时6点外，都是下班时间，台中市西区的中平南路车流量真大。啊，毋过伫向上路口有路树，挡袂条强风速倒去，树花落规涂骹，交通也受阻。迄时阵伫现场有2台车，一台汽车受影响，有一个技师佫被跌伤。正常的车辆，车速开过，甲开，因为迄当阵车嘛真济，差不多开到40-50，就执行嘛，如果一模样小就好了。伫台中市区成功3月中港店外壁玻璃也破去，因为风势伤过强，好亲像雨扣起来物件去讲到受损，民众经过时阵也心惊。如果有安全顾虑，是检查比较好啦。都时常在那边逛街，我们还有去百货公司里面呢。成功3月也表示，第一时间除了清理现场，也确认其他部分无受影响，已经换新的较无安全。受风台环流甲东北季风影响，那台中市区靠强风，海线地区阵风也10级。伫分线的芦水溪南岸，阵风高达11级，也和芦水溪水尾拢是风沙。你溪底规路芦苇还未发觉到，所以北风靠来打，伊就是会飞起来啊。因近期浊水溪水位逐渐下降，滩地明显浮现，裸露面积约达400公顷。加上近日无降雨情形，造成土壤干燥，强风吹起，引起了扬尘情形。气候局表示，最近强版效应影响之下，芦水溪河口风沙正明显，已经启动相关应变，希望减低影响。气象处也表示，虽然中部地区落雨较无明显，暗过地形的影响之下，沿海甲开阔地区风势也是正强，提醒民众爱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国号乡马太安溪新的崩山湖，昨暗9点外开始溢流。这中央前进协调所总协调官桂连成是表示讲，这基区是有先撤离，因那附近100外的居民也拢已经离开。总方今仔日早起8点已经解除。另外，伊也来宣布，这马太安溪原底的崩山湖，即马嘛已经降级变作是常态的境界。救灾协调所即马嘛正式退场，会转型来做重建甲复原的工作。21暗9点外，马太安溪新崩山湖开始溢流，水淹过马太安桥临时便道，水位伫暗时10点45分降到便道以下。只是因为便道有积土甲树仔残基，牛地石荷兰也有部分走回，爱等交通部公路局整理了后，才开放通车。这里是马滩溪桥临时变道，昨天晚上因为溢流水一度淹过路面，后来水退了，目前工程人员正在清理基土，不过道路仍持续封闭。加长港透早真侪上班，也是当地民众，唔知影马太安溪桥临时变道封起来，也是塞车去一直看到告示牌才知影，即个当西路行，也造成AA193管道捌塞车。会多个40几分钟，不方便。那碰到这个灾难也没有办法。赶快恢复，我们比较方便了。因为那194要绕一大圈呐，才变成这样去啊，所以很麻烦。中央前进协调所总协调官桂连成指出，虽然马太安溪新崩山湖发生溢流，也毋过已经提前疏散河道的基区暂停工程，附近100外位民众也早已经退离，因为马太安溪桥临时变道，桥面游玩完整已经伫22早起8点解除所有状况，退离的民众拢已经回去。目前这个新的堰塞湖大概只剩下5万吨的水，而且在按照它昨天的溢流口，在逐渐的缓慢的在溢流出来。那将来它的状况就会跟那个堰塞湖155万吨每天在不断的流到这个小的堰塞湖，它5万吨又慢慢的流，然后按照河道再走。这段时间所做的堤防、河道的疏浚都没有危害。目前便桥人工桥的大水管也是好的。桂连成表示，有计22中到1点到下拍通便道，量早恢复交通。接落来会将工作进步为在后救援转型做在后复原重建。高大光联分组也会相助华联，希望乡亲放心。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中传出那像是非洲猪症的病例，这是发生伫个5车的饲猪场，目前已经有100多只猪仔死去，初步检验是阳性的反应。接落来要着分析这病毒，才知影到底敢是非洲猪症。农业部主管动物业病的及主管同齐出席早起10点的记者会，宣布伫台中5车一个饲300只猪的饲猪场出现亲像非洲猪症病例，目前只初步检测病毒核酸是非洲猪症阳性，
还未分离出病毒，农业部宣布先高规格防疫，全国猪仔中昼开始禁喷禁台5日，喷全面禁止饲猪。这是我们在我们台湾本土的猪只第一次检测到病毒核酸，那个厂已经清除了。第二个，全国的禁运禁宰5天；第三个，禁止厨余养猪。接下来的5天是非常关键的。这个饲猪场以当地清洁队收来喷来饲猪，早早开始出现猪仔异常死亡，先去验治疗，但不过后端检测发现，到20已经有117只猪死亡。动保处人员才采样送检。兽医所立意送检，尾仔6点结果出来，目前初步研判病毒株有中组现象，甲越南的病毒亲像度真悬。相似度是比较像越南的第1跟第2型的重组株，会去做另外一个基因型别的基因区的一个确认，那需要到可能今晚或是明天才会有一个初步的结果。根据动物世界卫生组织规定，本土头一个发生的案例要做病毒分离才会当确诊。对此，兽医所表示需要时间第4日，等21日，另外国内支持5日无度交易。农业部表示，会释出冷冻猪肉，供应无问题。就储存在民间或者是肉品市场的库存量，每天都有大概1个月的使用量，都有库存1个月的使用量，那应该是可以足够供应目前的需求。目前技术案例场猪仔全面破晒，4khu围3公里猪场，一个停养一个关节，拢无异常死亡。农业部呼吁，猪农唔通惊吓，继续做好生活安全的工作，千万唔通投注疫苗，因为无效果。也呼吁民众唔免烦恼，非洲猪这唔是人畜共同传染病。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高雄林园即马又搁传出幼林园不当管教的事件，这是2个家长呢来委托民意代表出面来指控，讲一间非营利的幼林园，这老师是甲囡仔拍尻川甲刑砍，而且这间幼林园甲进前出代志的2间幼林园，拢是同一个负责人。即马教育局已经宣布要来停止其中1间幼林园的委托契约。进去，然后呢，然后他就打我。查甫囡仔一句一句讲，互老师用册塞入去衫内底，佮拍刑砍的过程。查某囡仔是直接做出拍尻川的动作，家长是艰苦佮受气，走去报警，甲民意代表定情。打他的屁股，那有造成伤势啊，然后家长也有去验伤。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扯，就是他让小朋友隔着衣服里面放进书本，然后再用手去打小朋友的胸口。他说，只要他跟妈妈讲，他隔天又可能再被打。囡仔同一老师分别拍刑砍甲尻川，涉嫌不当管教。代志发生伫高雄林园非营利的幼儿园，4家的负责人。伫林园有2间幼儿园，半个月前嘛去向投讲，有一个主任4个教保员分别涉嫌性骚扰、体罚、拍囡仔这行为。民代讲，这集团进行直道发生过6件不当管教案。小朋友有可能他去撞到、跌倒而产生了身上的一些淤青或什么，我是希望家长端或我们园方端彼此双方做事情的了解，我们还是勿枉勿纵。中云非营利幼儿园发生违法对待幼儿情事，严重影响幼儿及教保人员权益，依非营利幼儿园实施办法规定，立即终止委托契约。负责人讲愿意接受调查真相，不过6个受害囡仔的家长已经提出告诉。教育局讲，6个牵涉不当管教的人员拢停止调查，要了解受害人数甲具体的状况。若是查证事实，依法上当会当罚60万。该个行为人，而且一世人袂当搁伫教保机构服务，幼儿嘛可能会用罚减少、停招、停办，也是废止设立的户口这寡处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县的统计，今年1月到8月这当中呢，过路人死伤的事故是有77个。虽然讲这个数字是比应过要搁较减，也毋过今仔早起又搁出代志啊。这是一个妇人人呢，伊要弄过分隔岛去到对面，煞互车甲弄着，落尾是救无回来。这件行路人和车撞到的意外发生在第11线台东市地本路一段，22早起8点外，有一个老妇人要去参加社区活动中心的活动。直接伫分隔岛的路口过车路，和快车道一台车撞到，现场无喘气心跳。附近有人看到有该做心气复苏术，验过救护车来该送病了，也是救袂大。意外现场看到弄着人的车，因因挂拢冒气，附近的人讲，规个人拢被弄甲飞起来。
就是可能他过马路，然后就撞了，然后就飞过去这样子。附近的民众讲，这条路有4线道，如果真侪分隔岛的路口，人要行的斑马线如果淡薄远，真侪人拢会直接对分隔岛的路口过。不过这种路口无斑马线也无闪灯，已经发生过几落遍意外，真危险。希望有关单位会当改善。我们后续在跟大湾联学报会勘后，会针对这个缺口会做一个封盘的一个检讨。那甚至会可能会朝向一些封闭缺口的一个作为。这件交通意外的原因，警方也搁伫咧调查。不过，台南县道安汇报统计，今年1月到8月已经有77个行路人的死伤事故。希望赛车的人甲行路人拢爱注意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荷兰每5天拢会来举办国际肖邦钢琴比赛。今年呢是一个27岁华裔钢琴家陆逸轩摕到首奖。这回头4名拢是亚裔选手。也若摕到肖邦钢琴比赛的人，除了是有通去到国际级的音乐厅来演出，也通出专辑，这是真大荣耀。And the gold medal goes to Eric Lu。27岁陆逸轩知影获奖了后，欢喜中有淡薄仔避暑，现场观众也摕手机记录荣耀的时刻。毕业伫美国费城柯蒂斯音乐学院的陆逸轩，爸爸来自台湾，母亲是中国上海人，6岁开始学琴，2018年摕到英国理自国际钢琴大赛首奖，佮甲波士顿、伦敦甲芝加哥等交响乐团合作演出。陆逸轩头一摆参加肖邦大赛，2015年摕到第4名，这摆摕到首奖，伊讲像美梦成真。I'm so grateful for this honor. I'm grateful for all the Chopin lovers around the world who watched online and all the audience here in Warsaw. I'm grateful for the jury to bestow me this honor. And yeah, this is a dream come true, of course. 担任今年评审团主席的美国钢琴家奥尔森表示，今年晋级决赛11名钢琴家拢真出色，17人组成的评审团被学历真歹选择，用我5点钟才做出决定。We worked very hard and we had a number of very difficult discussions involving our opinions about artistic matters, and it did really take this long, but we actually got rid of the roadblocks, and I think we have a fine decision for this year's competition. 今年首奖会当得到由波兰总统赞助的金牌，甲6万欧元，但有213万台票奖金。本届前4名都是由华裔也是亚裔人士包办。第2名是加拿大华裔20岁钢琴家陈武栋，第3名是26岁中国钢琴家黄志栋，第4名是中国李天耀甲日本的桑原智之并列。肖邦钢琴大赛为1927年开始，每隔5年伫肖邦的故乡波兰首都华沙举办。今年有84名参赛者入选，多数来自中国、波兰甲日本。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要拿下晡晡的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玻璃仔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21度到24度。中部地区是23度到30度，南部地区27度到33度，东部地区是23度到31度，也那外岛地区19度到26度。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